讲到这几年，这青少年的自杀案件是愈来愈接发生。根据着卫福部的统计，2023年15岁到24岁，每10万人就10.9个人自杀，而且这自杀率呢是逐年拢伫咧增加。针对着这款的问题，今仔日有教育、医疗专业领域，也有民间团体甲美国医疗专家做伙来讨论，面对着青少年的情绪障碍问题，要安怎给因帮助，也有帮助这教育现场的老师甲家长做伙来陪伴囡仔成长。网络时代，人人拢有手机啊，甚至即马真侪青少年拢有长期使用手机啊的问题。有美国心理师表示讲，网络手机啊是现代造成情绪障碍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。建议家长减少互青少年使用手机啊的时间，一天莫超过2点钟，困进前的30分钟嘛莫使用。上重要的是，家长爱对家己做起。Since spend too much time on the screen, self-esteem and confidence decrease when they compare themselves to the artificial virtual world. 根据卫福部统计，2023年15岁到24岁，每10万人都有10.9万人自杀，而且自杀率是逐年增加。台湾灵智功能促进协会甲民进党立委开记者会，呼吁政府爱搁较关心国内情绪障碍的特教生，避免情绪问题造成悲剧发生。你发现以后，你就勇敢去找出问题，早期发现、早期治疗，减少后来那一端产生比较严重的忧郁、焦虑，然后还有说自残，最后才会自杀。目前我们看健保署的资料，青壮年的精神医疗使用的增加趋势，105年到111年，那15岁到45岁的精神科就医率从74% 增加到95%。协会也表示讲，真侪家长知影家己的囡仔有情绪障碍的问题，亲像自闭症、过动、注意力不足，甚至是更较严重的忧郁症。常在无愿意带囡仔去看医生，因为惊家己的囡仔甲人无共款，互人无好的印象。这个现象将有可能会影响后续照护的问题。立委和美国治疗师也强调，治疗情绪障碍儿童也是青少年，毋是一个人的责任，需要医生、家长、老师、社工做伙合作，建立一个全方面的照护网。记者张家琪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